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方健儀，今日好開心可以同斯羅德投資香港退休業務總監 Roger 傾下偈嘅。Roger 你好。阿堅啊，你好。其實講起退休咧，我真係諗住50歲退休噶啦，然之後同我先生洪生咧就環遊世界，周遊列國去旅行，好開心啊！但係除咗儲蓄之外咧，我對於退休後嗰個資產管理真係零概念嘅。其實我哋可以點做咧？咁其實咧，我斯羅德咧有個調查咧，發現咗咧，香港嘅人咧覺得個退休生活佢需要用嘅錢大概15年左右，但係其實實質咧可能要去到佢哋要用超過22年嘅。所以話如果冇增長嘅話，就好容易坐食山崩，特別係提早退休。另一方面咧，退休後咧每個月唔再有穩定嘅收入來源咧，資金嘅流動性咧就會大減噶啦。咁所以喺你嘅退休組合入邊咧，如果可以加入一啲定期派息或者相對低風險嘅投資工具咧，都相當有幫助嘅。